好啊，哦，咱今日咱来开这个小小的副本啊，嘿啊，这件代志哈，真实事件发生在我的员工身上啊，有严重吗？有啊，安尼有严重吗？有啊。哦，安尼出什么款的啊？出什么款？念出来没关系，因为字不同啊。哎呀，李什么款啊？哦，李什么宽哦？李什么宽？李进宽呐，你住台南是不是？你丢不丢脸呐？你丢死人，你羞脸，你知不？李进宽呐，我跟你讲啊，做人莫安尼，林家珍好久不见啦。哎呀，李进宽，你真正莫安尼啦，做人莫安尼啦，最要求的。来，整件事情的缘由，我跟各位线上所有的人来报告一下。凯宾有跟魏红在一起吗？我们3个月前，到这摆拢跟魏红无见到面吗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。我们已经3个月没有见过面了啊，也没有联络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差不多啦。哦，来，无要紧，咱今日先来讲重点啦。哦，既然要来开这个副本哦，李进宽先生啦，李进宽先生，你跟你的前女友在一起，这拢无我的代志嘛，无恁的代志。李进宽，你跟你的前女友做伙，你的前女友欠你钱，无要紧。你叫你的前女友给你签一个不平等条约，签什么条约？各位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讲给恁听哦，咱一件代志讲给恁听。来，签内底一件条约内底，来，这个前女友你要定时每个月还我多少钱？合理吧？合理。这合理吧？欠钱还钱，天公地道啦。来，过来哦，第2点来哦，各位朋友注意听哦。来，分手之后，你每个月要固定还我多少钱？然后你一定要在我们的脸书还要设定稳定交往中。来，因为今这个前女友给我们亏去哦。如果没有要设定稳交的话，也可以另外一个方式，你帮我找到一个女朋友。如果你没有帮我找到女朋友，我就要他妈的告你。安尼敢对？怪怪的。这条袂行吧？袂行。这是要安怎会行啦？安尼就说哦，更加过分的哦。这个前女友没有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，完全没有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。来，足严重的哦！我跟你讲哦，迄个李什么宽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代志，我甲你闹去你社会新闻，你是足见笑的哦。人欠你钱，你共翕裸照，有怪我吗？有啊。讲翕裸照啦，来过分打过分，有过分吗？过分打过分。人家欠你钱就还钱就好，你拍人家什么裸照啦？啊，你讲翕什么裸照啦？对吧？你讲翕裸照安尼唔对吧？对啊。对不对？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说拍人家裸照呢，有过分吗？来，有什么不平等条约来念出来？来，第1点就是爱帮你找女朋友啦吼，过来嘞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他不能跟男朋友挂那个稳定交往。不能哦，如果这个女生又交了男朋友，不能挂稳交，干你屁事哦！我们这个前女友都跟你分手了，为什么凭什么不能跟别人稳交啦？是关你屁事呀！欠钱还钱，天公地道嘛，对吧？对。你敢翕裸照，笨手，人渣。来过来嘞。过来要教他做生意，因为他本身在做网拍。哦，这个女生前女友本身在做生意，哦，在做网拍，过来嘞，爆料姐啦，进来。爆料。哎呀，做生意过来嘞。他一开始是说钱要还他嘛，现在其实大部分都还完了。就是来，我先讲啊，来，这个男生更过分的点，这个女生因为欠这个男生债务，大概30-40万，30万至40万，上衣搭配短裤有点怂哦，去搞遐一领短裤来，遐一领，遐一领，上衣搭配短裤有点怂，好，我换一个裤子，来，各位朋友，我头先讲，这个女生欠这个查甫欠差不多40万至30万啦。过来哦，第2点哦，这个女生的爸爸亲自带这个女生2个跟那个人见面，跟她前男友见面，钱拢用伊哦，当面用伊嘛。然后现在这个男生说了什么他妈废物的话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还我钱的时候你又没有录影，你怎么证明你有还我钱？这个不成立哦，嘿呀，你要再还我一次，你是笨手呀！
敢会伤过分啊？什么人都有呢，是笨手的啊！我先看嘛，今日来看好看吗？我脱个裤子啦，好不好？这长进要有成为长进。哦，好性感哦！成为你来我啊，哎呀，无啦，讲真的啊，伤过分啊啦，伤过分啊啦，没有啦。是偷拍，他是怎样偷拍裸照？然后喝醉的时候偷。来，他是怎么偷拍裸照的？等那个女生喝醉的时候给人家偷拍的啊。这个女生，敢没讲？这个女生就是常伟现任女朋友，这个女生是常伟现任女朋友啦。啊，常伟安尼有可怜不？可怜。对吧？这个男生真正笨手啦。你一个男生，你拍女生裸照，你成何体统？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个事情如果闹上媒体，他会不会很丢脸？丢脸吧，帮我打丢脸好不好？不管是酸民朋友，还是讲咱所有的铁粉，还是平常时在咧看直播的朋友来，恁大家来评理啦，有怪我嘛？来，各位朋友，过分打过分。奇怪，咱台湾哪有这种笨手啊？我截图拍一下你内裤的依据模安的呢。虽然我很帅啊，但是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然再一次好不好？能够吗？这个内裤有点丑，这个颜色有点丑。无啦，咱讲真的啦，真正人欠钱还钱，天公地道，无要紧，钱都还你就好啊。这应该够吧？啊，那个男生现在要反告那个女生呢，说他没有帮他没有帮他找女朋友，要告那个女生呢。安尼敢对啊？我跟那个女生说不要理他啦，因为这根本就告不成，你知无？这个根本就是告不成啊！上面叫做分手了要帮你找女朋友，你有病哦？你是有病吗？啊，那个李什么宽？李靖宽，台南的李靖宽，你这么想红是不是？你很丢脸呢，你知不知道？无啦，迄物料出来啦，我感觉讲这件代志会当独家报道哦媒体啦，去见笑一下，互你上见笑一下。钱都还你啊，无你是搁要安怎？钱都还你了哦。钱都还你了哦！咱对这社会面顶足不公不义的，这足过分的呢！你一个查某人，你甲伊扯啊，你甲伊翕裸照，干那这点你就去互拍死啊！我跟你讲，去pass。对吧？他干？幼群对吧？有影无？干那这点凭这点就好啊！你甲恁七仔扯啊，你甲伊翕裸照那对啦。凭这一点就打死你！我要跟你讲，你老师笨手没？没有，真的啦，真的是很垃圾啦。我们有什么讲什么嘛，这是真的。然后我们这几天来公布合约书内容，就今天晚上啊，我就公布那个合约书内容了。那个人神经有问题吧？还是我公布他的脸书？马赛克啊，嘿呀，我也无全部公布啊。来，想要看脸书的刷+6。来，有人想要看伊的脸书哦，想看的刷+6啦。来，想看他的脸书的朋友刷+6。哎呀，无啦，伤过分啦啦！谢谢分享，我又拍第2张，靠腰啊！陈奕迅卖安尼啊，爱甲马赛克者，修光码掉，那个眼睛码掉就好了，不用全部码，这样就看不清楚了，你懂我？你要，我想要看放火的裸照，安尼伤过分啊啦！无嘛，阮先看啊，哈哈哈，无啦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。哎呀，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你看我码掉。哎呀，伊的迄啊，伊的中迄字爱甲码掉啊，无李进嘛，迄个上尾迄字甲码掉。安尼唔知道会起来。我们没有公布你的个资哦，而且我先说了哦，那个脸书是公开的平台嘛，对不对？公开平台有那个我有公开的权利吧，对吧？脸书是公开的平台啦。你的那个肖像权我有帮你马赛，我有帮你马赛克掉。来，你想要红，我帮你红你叫麻吉嘛？真正你叫麻吉嘛？来，这个啦，就是这个啦，笨手啦，有看到无？李进唔知什么，我唔知哦。恁家己去找李进什么麻吉的，我不认识他去他的留言板下刷垃圾2个字啊！我他妈他就是个垃圾啦！我跟你讲啊，来，
建议直接公布给媒体比较好。嘿呀、我也有这么想呢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给苹果报一报就好了啊，这独家新闻呢，对吧？哎呀，有码掉吧？哪一个字？啊？哦，那没有做到这个啦。哎呀，哦，我老婆改一个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去那个留言板给他刷个“垃圾”2个字啦，你真正笨手啦！你妈的追加嘞！你想要红嘛？李靖宽有在看我直播嘛？对吧？他说他有在看我直播嘛？哎呀，你喜欢看来，我现在直播给你看啊！他妈的垃圾，拍女朋友裸照哦！我那天跟他对嘴，他跟我说哈啊，不然啊，你证据拿出来啊！看你老师诶，你跟人签的不平等条约，我天我的证据摕出来，你看你知不？来，叫你女朋友那个拿来，我帮他闹上媒体，让他丢脸一下。长得怎样，你们自己去 Google， 我不知道他长怎样，反正他叫做垃圾，好不好？垃圾麻吉，什么物件？垃圾麻吉。有人在讲呀？我跟你讲的，哎呀，没使讲全名。反正就是这样啦，他就是个垃圾啦。有懒人包吗？就是这样哦。啊，你们自己去 Google 好不好？吹波啊，关板啊，看一下，关板了，关板了。麻吉，麻吉，再打再。出来面对。垃圾麻吉出来面对啊！出来面对了啊！我找到了啊！找到了，贴连结上来，不是我不知道，伊叫什么款我无熟悉啦，嘿啊，连结贴上来，有人查到啊啦吼，嘿啊，警察会找他拍人家裸照啦，基本这种人了笨手，嘿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比叉叉风更较严重，这尻川啊一直甲塞了，对吧哈？尻川唔知一直甲烧落诶。笑啊！害我女朋友都有那个有一点忧郁症的倾向。对啊，他女朋友现在都有忧郁症的倾向嘛。靠背有人哎呀连接。有人大连姐，不是我打的，我唔在像哦，你们自己去看，我不认识他，在他留言板下刷“垃圾”2个字啊，真的是垃圾啦。凯宾有裸照吗？我怎么可以拿裸照出来？我这样我的直播台会被检举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来，麻吉再打再，麻吉，出来面对。哦，歪大打出来啊，速度紧哦，歪大这里刚丢。哎，真的是呢，那个我没有说是谁啦，歪大贴的连结是对的啦，要帮你置顶吗？歪大，啊，歪大，我帮你置顶一下好了啦，哎呀，啊那个歪大也没有公布人家的什么，他只是贴个连结上来，让大家认识一下而已嘛，对不？让歪大人也无犯法啦，啊，我是讲你进差嘛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我无讲像啊，啊，歪大只是大连结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来啊，把他置顶拿掉啦，哎呀，啊那个，我跟你说啦。你真的很垃圾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做人哦，不要跟畜生一样啊！做这什么下三滥的事情，去拍女朋友裸照，啊！你讲翕人的裸照，你是啥小啦？你搁较安怎？你袂当安尼吧？你欠钱还钱，天公地道钱还你就好啊，看要分期还是安怎？结果人无人爸爸带因查某囝现金摸去互你啊！你要搁人讨一解钱，你又没有录影存证。他说你又没有录影存证，啊，这样是怎样？你要2次钱了，社会咪你一个人在行呢，啊，社会咪你一个人在行呢。咱讲真的啦，这个是人神共愤的事情呢，对不对？无人我有接受啦，凯宾1晚多少哦？无价啦，哎呀，等一下私讯啦，这里不好说啦，开玩笑开玩笑哎呀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很多人开始在贴连结了啦，啊，去留言一下，笨手没？要进来看的。哎呀，无叫伊起来看直播啦。哎呀，拍裸照的垃圾，进去跟他留言说，你怎么拍女朋友裸照的垃圾，对不对？来，麻吉，你有礼拜无啊？啊？麻吉，买个米啊！贪龟头，屌好你死！我跟你讲，恁爸足够屌的。各位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以前有一个影片，我屌好你死我足够屌的，我跟你讲，哎呀，我足够屌的，空你啊！哎呀，最糟糕的就是嘿呀，我跟你说啦，这种人最不懂得分享啊！哦，你最糟糕的就是你要把这个公布出来，让大家看到裸照啊，对吧？怎么可以他一个人独享呢？哦，阮袂爽的点是安尼，啊，你袂爽的跟阮无共啊，吼。无啦，常伟开玩笑的啦，哎呀，哎呀，叫他进来啦，对不对？麻吉在吗？嗯。
然后他现在啦，他现在就是要再提告，条约里面有签合约嘛，分期付款要还多少嘛，里面合约内容还有一项是叫他要帮他找女朋友啊，刚刚这点都没过啊，这个合约就报废了，没有用。说什么他不会做生意嘛，然后要教到他会做生意。哦，这个男生啊，讲伊袂晓做生意啦，叫因这个前女友讲，要合约内容有说一条啦，这个男生不会做生意，叫这个前女友要教到这个男生会做生意为止啊！啊，我一刚我打电话给那个查甫拄，你知无？我跟那个男生讲话啊，我跟他讲什么？哦，敢着佮帮你煮饭，甲你洗米，尽煞甲你饲啊，对吧？买米哦，你还佮饲你食饭的啊？家己袂晓煮啊？要做生意家己袂晓做呀？笨手囡啊！没有啊，这跟直播界没有关系啦。啊，只是我要跟你们讲，就是真的他妈的，这是人神共愤的事情，真的是垃圾啦。我看这个报媒体没有？哦，你们觉得？你们建议一下啦。你们觉得要不要报给媒体？要打要。说他这边迄个商城之一，他就是都会，先拿他的照片，较大声的，较哇的，无要紧。拿他的照片，然后去露天嘛，然后去卖他的衣服。拿谁的照片？那个女生的照片。你女朋友的照片，就是他的前女友嘛，对不对？把拿去用。用人的版去卖物件呢哦。啊，你可不可以 po 一下你女朋友的那个在拍卖的照片，提供一下？很辣哦，所以港翕裸照有变态不？很辣哦，给你们随便看一张啦。想看的打想看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想看打想看。啊，他女朋友不要去肉搜人家啦，已经叫我们翕裸照就可怜了。哎呀，很辣啊，哎呀，哦，要修啊。这都是他女朋友。这他女朋友啦，全部都是。这是他女朋友啦。来，都是。有人要看无？哦，要修哦，你看最好用的。这个了。常常在给你怕。哦，这个有没有？这是他女朋友啊。哎呀，哦，要修哦。我看到啊，这就是女朋友啦。哎呀，啊，一直偷人家的照片啦，一直偷人家的照片啦。来，喝。他很丑，他说那客人只要回什么，说那个衣服有什么尺寸啊，他就马上来密我女朋友说那个要怎么跟他讲，要怎么回复。对啊，这样怎么做生意啊？不是啊，重点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凭什么要教你做生意啊？然后还说1个月要去下去台南，他开房间，然后要拍照，要用他的照片去卖。无啊，凭什么爱教你做生意啦？凭什么啊？你要做生意，你家己袂晓去做呀？啊，你自己不会想办法自己去怎么去做生意哦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真正是笨手，你知无？咱台湾哪有这种败类啊？几岁人啊？30岁，好到30岁啊，比天风较不如。你真正是笨手呢，人天风搁较安怎上无，袂去翕露露的裸照，无啦，无代志啊。对啊，人家天风最少也不会这样，对不对？我记这他下面就是天风也可以开直播了。人伊嘛袂安尼，做生意家己学嘛，你讲翕裸照，就笨手的呢，对吧？等是有看。天风也有拍露露的裸照，这我唔知，卖给我爆料我唔知。好啦，这个我们等一下这些资讯会提供给媒体啦。咱几家哦，让它红掉啦，好不好？让它，伊想要红嘛，咱就好红。你讲翕裸照，你真正吼，干那这个畜生啊啦，猪狗不如啊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朋友，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直播了啊？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粉丝专业开播了。来，每一个人都先分享啊，刷赞刷爱心，来，你起来一下，你起来一下，我来洗手一下，手黏黏。来，跟伊开讲一下。我唔知要讲啥。懵讲啊，来，一样各位进来的一样哦，再帮我们分享一次哦，右下角一样帮我们刷赞刷爱心，好不好？哦，感谢线上各位朋友分享啊，待会哦等凯宾一下去洗手。啊，搞定。好啦，来啦，各位朋友，因为媒体今天有报道出来，我相信很多人是有看到报道，但是我说真的啦，咱今天里
小弟仔咧做生意，实实在在、辛辛苦苦。你若认为讲吼，小弟仔咧做生意咧卖拢是假货，欢迎你莫甲我买，啊是你要欢迎你甲我买了，摕去验货，安尼会使无？啊，不要说没有买到我家的东西，就突然就在那里线上说，哦，凯宾你的东西是假货，这样对我很不公平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如果有1分证据，你说1分话，我觉得 OK， 你懂我意思吗？来，去拿来，来去拿来，因为我前几天有卖了一个钻石啊，可是很多人就是在那里说哦，就在那里说。让马局上东兴娱乐这个，我不知道东兴娱乐现在有没有在车路啦。但是这个马吉啦，我希望你可以上各大媒体，还有东兴娱乐啦。混手，哎呀，没有很久没有看到常伟，想念他哦。OK 啦，但有你看一下啦。哎呀，咱讲真的啦，你们如果有买过我的东西哦，确定是真货就真货。不要在那边没有买过就说是假货，我会觉得说，其实对我非常的不公平啊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常伟的前女友是梁凯的现任女友吗？对啊。常伟的前女友是我的现女。没啦，卖有北岛啦，是那一个麻吉的前女友是常伟现任女朋友 ，OK 吗？OK 吗？卖欧北岛好不好？欧北道。来。